来，这是帮地产相关的单位所做的上新的统计。公务电梯的公务，这个起价幅度是大过电梯大楼，尤其是新德县的公务起价幅度高达124%。买卖厝的中介讲，这个价小较低，厝内较宽，嘛唔免管理费，是无电梯的公务上大的优势。 公务透天厝甲大楼，遮济住体要安怎买，才会当符合需要？全台湾公务电梯大楼平均的价格，依照认定中心以及驻商机构的统计，2020年第三季加2024年第三季，全台公务的厝价起比电梯大楼较济，其中公务平均的价格，新德县去年是第三季差不多是912万4。 甲2020年同期比较起来，起差不多124%，是都会区的第一名。因为我们新竹的公寓啊，原本取得价格就比较低，所以虽然涨幅没有非常多，可是跟原本的价格比就已经是很高了。除了这以外，依照统计，公务的介绍起价，即嘛甲总价参考期较低，甲室内实际使用坪数较悬等等优势有关系。它最大优点就是它公设比比较低，然后总价也比较低，室内比较大。 虽然讲公务有伊的优点，也毋过嘛要考虑到公务无电梯、装潢维修的成本较悬的问题，嘛要考虑。你看，全台湾厝价一直起，咱乡亲买厝的时，要安怎买一间啊符合咱需要的厝，嘛是都要加比较、加探听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